近日，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指责拜登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处置不力。特朗普抱怨称，如今塔利班人手2把美国造的武器，开着美国飞机，这是一种耻辱。特朗普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可以利用美国遗留在该国的军事装备，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库存进行逆向工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9月13日悲叹，有关争取进入东突厥散调查的努力没有成功，并补充说，他正在就东突厥散局势完成一份报告。联合国希望就东突厥散发生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严重侵害的报道进行调查。日本外交部已向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与缅甸等国的日本公民发出恐袭威胁预警，要他们远离宗教场所等人潮聚集地，慎防潜在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恐袭威胁。随着气候变化加速全球水危机进程，预计降雨多变性将成为人口迁移的助推因素之一。世界银行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迫使来自世界6个地区的超过2.16亿人迁移。朝鲜官方媒体在周一报道称，该国已经卸射一枚新的远程航巡导弹，能够覆盖日本大部分区域。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消息，周末进行的涉事导弹飞行距离达1500公里。俄罗斯政府宣布，自9月21日起，决定开通从普斯科夫、马加丹、莫尔曼斯克和赤塔机场到土耳其的航空运输。卡塔尔外交大臣在喀布尔与总理和政界高级人物举行了会谈。卡塔尔副总理兼外交大臣希赫阿里萨尼结束了对阿富汗的正式访问，期间会见了阿富汗总理和政界高级人物，包括总理毛拉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